我叫 Stephanie， 從事一個秘書嘅。咁咧，我平時嘅嗜好就中意煮嘢食。因為我個人好中意粉紅色嘅，第一次見到 LC 就係佢啲煲好靚啦，佢有個心形嘅粉紅色煲。我擁有第一個 LC 就係個心形嘅煲咯。因為我已經做咗 LC fans 2年幾啦，我其實將我廚房所有嘅碗碟碟啊，全部都轉晒 LC。LC 係咩？咪就係廚界中嘅 Hermès Le Creuset 咯。好似 Stephanie 咁，經常去外國 Outlet 掃貨啦。我每一次去旅行就好中意去日本嘅百貨公司啊，或者 Outlet 睇睇有啲咩嘅產品係自己中意嘅。咁我每次都會帶個篋去買一篋翻嚟。我個仔女因為喺英國讀書嘅，咁有一次佢哋兩個翻英國嗰陣時搭飛機，咁就喺飛機個 shop 度咧，佢就見到有呢個紫色嘅花花煲，咁佢哋兩個就覺得好靚，咁就喺飛機度買咗呢個煲 home delivery 送咗俾我。每次我啲煲轉櫃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有個 store 房咧，咁就會搭喺入邊，咁我又會攞一批新嘅出嚟用下，咁樣轉嚟轉去咯。好似自己成日都有新煲用咁，你煮食嘅樂趣會多啲咯。呢啲就係我 LC 400件嘅珍藏嚟㗎，以後再有靚嘅我都會繼續買。